我並支持諮詢文件裡面嘅增加2個直選同埋2個間選議席嘅所謂2+2方案。同埋呢，我哋係呢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呢，係由300人增加到400人。來到第4場的政治發展諮詢會上，大部分選委都認同直選和兼選議員各加2席，行政長官選委委員加到400人。不過，這個一語堂當中也包含着不同意見。如果我哋繼續增加間選議員，豈非同嗰個基本法的附件係倒退嗎？如果大家同意增加4個議員的話，我希望呢4個意見呢，全部被職權。選委專場上總共有181名選委參加，只有16人有機會發言。有教育界選委建議將諮詢文件作為學校教材，不少選委更是提到經選制度應該有修改的必要。澳門係一個社團嘅社會，社團係比較多，而且咧歷史係比較悠久，咁亦都係凝聚咗好多代澳門人嘅一個感情。而且社團咧長期係為咗居民啦，亦都推動居民咧係參與社會，係維護權益。唔使多講，大家亦都明白，大部分社團成立嘅目的係為咗喺間選中爭取廣泛嘅代表性同埋選票，因此社團嘅問題成為今日社會極其嚴重嘅詬病，亦都係浪費公帑。總共10場的政治發展諮詢會已經舉行到第4場，接下來還有2場的公眾場和傳媒專場等等。整個諮詢期從10號開始到4月23號就會結束。澳亞衛視馬永飛、李冰冰，澳門報道。